给你煮的安神汤。安神汤？我又不失眠，喝什么安神汤啊？那天你在船上不是受惊了吗？哎呀，哪有那么脆弱？不用了。来，喝点吧。喂，想什么呢？快喝呀！怎么样？不错啊，哎，你也喝啊。好。你怎么了？看着我脸上有东西啊？安林，你除了会做饭，还会做什么？拖地、打扫、整理房间、收发快递，还有最重要的，就要给你泡咖啡。好了好了，真不明白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擅长做这些啊？因为我弟弟啊。好了，理由不想听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做菜，那下周你就帮我做一些精美的菜肴，我要送给悠悠。记得做你最拿手的哦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喂，南风。啊，怎么了？我在工作呢。好的。好。哎，那你也注意身体啊。拜拜。喂，你们两个不要脸的，吃独食是吧？哎，飞哥，王瑶，快有吃的！太不要脸了，你们！我才是病人好不好？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啊？还不错嘛。还有呢，那你们帮我一块端过来吧。全都给你。什么全？我哪好意思啊？你全给我。来了，开饭了，快吃吧。阿玲啊，走。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赶快坐下，给病人盛碗汤。行。哎，飞哥梦瑶，我们得好好的陪着夏爵坐月子。喝碗安神汤。安林，怎么了？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哦，马上就好了。好，出发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等等，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？这我平时穿的衣服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赶快去磨牙的房间，去换上上次酒会穿的那套礼服。好了，知道了。你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啊？ Make you feel my love。那如果和你喜欢的女生来一场单独的约会，你最希望是在哪里啊？当然是安静的地方了，只有我和他。嘿嘿。夏雪，你今天怎么了呀？问我这个。没事，现在不是闲着嘛，随便问问啊。那我出发了。悠悠不在她男友的餐厅，在别的地方。你出门的时候让影子给你一个微型跟踪器，你带着。影子。夏爵让我跟你要一个微型跟踪器。好了，我约到了，那我出发了啊。今天是安林期待已久的日子，我们一定要给她一个难忘的见面。
待会儿就到酒店了。飞哥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一切都确认好了，还有多久到？已经核实，下了飞机，大概2个小时到。好。影子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楼兰很快就到了。放心吧，已经派了王师傅过去了。你说我这腿开不了车，我还不帮你安排好啊？王师傅，怎么样啊？他们已经上车了。啊，好嘞，你把他们直接拉酒店去啊。好，夏姐，他们那边已经过去酒店了啊，咱们按原计划进行吧。莫瑶，这边已经去酒店了，你们赶紧按原计划进行，不得有误啊！哎呦喂，影子啊，这耳机里突然变成你的声音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。你能不能小声点，温柔点嘛？莫瑶，瑶，亲爱的 ，darling， 快去酒店哦。好。哎呀，各位，我现在要给大明星楼兰发短信了。亲爱的，要不是看在安林拼死拼活保护的份上，我才懒得这么劳师动众呢。我就想问问你吧，你是怎么让楼兰今天就到上海的？她的粉丝见面会不是在后天吗？我们几个这几个月来，就瞧见你拼死拼活的，也不知道你在捣腾些什么，说说看呗。安林的手机已经被我做了手脚，直接屏蔽了楼兰相关的所有信息。她可以用电脑啊。他的电脑也早就被我动了手脚，他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假消息。安林这小子也真是够单纯，跟我们混了这么久，居然没发现是你给他动了手脚。他现在还以为楼兰飞美国了呢。楼兰呢？至于楼兰嘛，他收到了航空公司以及各方给他发来的天气预报，说明天将会有大暴雨，后天的粉丝见面会他必须今天到，正好这2天都没有通告，所以就来喽。天气预报也是你搞的鬼吧？夏觉，我到街口了，现在怎么走？慢摇，嘘，一直往前走，右转。不对呀，怎么会是右转呢？这么下去，我不是在绕圈吗？按我说的做。哦，好。飞哥，我现在就过去，这次我亲自来。飞哥，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客人。你还亲自上阵啊？安林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好了，放风。你好，这位客人，你在做什么？经理，你是谁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经理，我是刚从夜班调来白班的小飞。小飞。对。你好，这位客人，我们这里不是私人场所，何况今天被包了场的。经理，包场的那位客人就是他。经理你好。你好，包场也不能这样乱来啊。经理，您听我说完这个身残志坚的故事吧。什么？经理，你喜欢看韩剧吗？我的小跟班从小父母双亡，带着年幼的弟弟，劳心劳力。走吧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一会儿就能见到他。经理，楼兰住在你们酒店，让他们在这里见面最合适不过了。
你就成全他们吧。上。跟我来吧。夏小姐，吃错药了是不是啊？认识你这么多年，还是从来没见你那么大方过啊？怎么碰到安宁的事情就这么大方啊？告诉你啊，这不公平。下回啊，把卡拿来好好给我们刷哈。来日方长，以后机会多的是。这卡刷完，待会儿就给你。经理，让他跟你去刷卡吧，我把密码已经告诉他，待会儿让他把卡拿上来就好。好。走吧，经理。你是？你好，我是米亚慈善机构负责人。你好。感谢楼兰小姐百忙之中抽空举办粉丝慈善见面会。你要拍卖捐款的物件，我们已经为你清点好了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可是上次好像不是你啊。啊，上次和您见面的那位啊，是米亚慈善机构秘书长。我这次过来是有事想和楼兰小姐亲自商量。什么事？希望您能帮帮她。夏姐，我好像到了。把菜摆出来。知道了。莫瑶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交给飞哥了。飞哥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再上来了。影子。啊，那个什么负责人呐，已经被我们拦下了，放心吧。读秒。10。兰兰小姐，这边请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。夏姐，我觉得好了，那我撤了。拿起那束玫瑰花。3、兰兰小姐，这边请。2、1、0。兰兰小姐，这边请。你好，我是罗兰。女生你好，我是安林。这个是送给我的吗？哦，对，这是送给你的。谢谢。你快坐呀，坐。听说你这一切都是为我准备的。对呀，这些全都是为你准备的。谢谢。你也坐吧。啊？哦，坐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竟然会在这儿遇到你，网上都没你来的消息。对不起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等一下你有空吗？今天从现在开始，到晚上9点，我都可以好好的陪你说话。真的吗？还有3小时呢，那我可以要你的签名，还有跟你合照吗？当然可以。可不可以在这张上签上你的名字，在这上写安林加油，谢谢。谢。拍照吧。哦，对，拍照。太谢谢你了，你人真的是太好了。
我听说你明年有部电影叫《未来日志》，我很期待呢。你会去看吗？看了，当然看了，我一定会去看的。到时候联系我，我送给你票。哇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那这部《未来日志》故事大概讲的是什么呢？这讲的是一个身残志坚的故事。算了，就不跟你说详细的细节了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看的。对不起，我问了那么多，如果你不方便回答的话，也没有关系的。反正我一定会去看的嘛。嗯。对了，这些呀都是我亲自为你准备的，亲自准备的哟，你快尝尝呀。好啊。啊。默默守着你指缝的温暖，不曾察觉世界大到无奈。你悄悄走来，陌生又悲哀，你让我徘徊，轻巧地离开。你说过想要的其实不多，其实最怕一外边放烟花呢，我们出去看吧。太阳的光线在你我之间。好漂亮的烟花呀！是啊。真的好漂亮。对啊。要，不过需要点时间。夏菊啊，我被困在酒店里了，不让下班。那你就安心在那打工一天吧啊！如果你不来接我，我就在酒店做个高管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别回来，别回来了！亲爱的，我听你这声音不对劲啊，是不是感冒了？哎呀，你现在可是病原体，得好好休息。好了再告诉我，我最讨厌感冒了。滚！你回来了？对啊，就是回来了。你怎么不回家啊？反正家里也就我一个人。我饿了，想吃东西。你等着。哎，安林，怎么了？明天开始，你不要再端茶送水打杂了吧？和我们一起帮粉丝实现梦想吧。真的？真的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要继续照顾你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事情。什么大事儿呀？别是什么麻烦事就好。你是要宣布你跟安玲要结婚了吧？安玲在哪办喜酒？认真点儿。安琳呢将会正式加入我们偶像猎手俱乐部。虽然她之前有一点小小的失误，但是呢，她现在已经逐渐的驾轻就熟了。所以大家赶快想一想，有什么办法能锻炼锻炼她，让她成为一名优秀的偶像猎手。
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，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疏远。相遇相见，等你世间繁华看遍。